我咪做的确的帮哎，我咪搞的这样干咪做嘛，应该那部话不那了，干帮是要，我的确的帮，我想搞个米来我跑，你的老靠话咪阿平卡到的，靠少就路我要的老路卡了，我搞这话不拍卡到的，我咪做要得还搞家还是咩？就靠啥卡拉就我路，俺马路要搞对象了的，要靠啥卡拉去？他们是要走路卡拉，就干些书，哦，没配是没好。啊，我们看那个男人嘛，好难的嘞。要不跑啊这，那你干啦？干啦靠啥了喏？干啦靠啥嘞？这靠来着。我一下看。嗯，怕没太郎来大街了，去得了嘛，莫打鱼了讲去。就啊就，你去有个，你没看有个。啊看说靠大背去了，啊？嗯，我就妈妈说的老太近哈，我没去了还路哪来，还搞家去没？还没还吃啥去？我那车上倒下了跑，然后比我差一点，我吃今天课吧，今天课今天顶我也没，我让我叫这要说的课外点买出来，还得搞出来搞第一了去，就搞半天啊，我得8倍，8倍嘞那位没看着了，对呗？俺们个比咱就来个比你看下，对你下来我来俺们看嘛什么黑嘟噜了，对老黑嘟噜了，我比人那得几个到远看了，我啥都就顶下去。啊，没菜，啥家什么喏？也还。木马一些的嘞，歪地呀个什么？我在边你打过了，我家那位。我太偏了，我家了。这个，还是做热了的，我们还要搞那个是做热了的。说热些了，这个来嘛，我也聊了嘛就。啊，这点慢慢干微微弄了我讲。有。我讲跑，搞啥跑呢？啊，人你慢慢的给就俺路还是也没。啊，走路加肥了。对看加一下加我。呀，你加你的嘞，加大了呗。就这样子啦。菜的比菜的加点的。他说别不大，我比你就比较嗨。你咋没家的？这样没白了。没，其实不对呗。我每年就得交个球，那回那没得交什么，我就。嗯。可嘛叫了个这来可嘛没才这个家，多久？这个带来不马上。年拿下来那么久，年来没干。这个了，去找去嘞。我这该弄的找，烧烤拿来，我家还忙没？我买位俺就摸买位那位，俺就摸要这炒拉高些发拉那位哈。我还没接来，没可忙的要个那位，我这些呢，没可摸，你来我没看。我家里啊，没搞，啊，估计到不了家要一个。就没看发来位的来归到那位。我就。好嘞。然后开不出来。我过到我这边吃起来。我就。不嘞。嗯。
你是来给他多。我就那我也得搬来了，先别掉下去。我来过了。嗯，没别是给他go比多了，没那，别是给gobi多哎。点点几两？要。那没多了，那那多哎。嗯。没那弄多了，哎。今年给他啥么？我们。十八这不叫对门，18天家咱们上讲，我对家们去，你怎么拉不到？去买泡油，叫泡油来。我对家在不家对门那个房价多，我多好都要对家哦。那这个为么出来？几里面了？对，下来。我们我爸爸路的，我爸带啥？我爸买，我爸爸在家，从那一空，这里把俺下路在家了，这不家过就没来的不，哎呀，过下夜路，啊，你们打掉了嘛？调理下就比较了点。哎，没去你开老拉位，没去的老些，还得些有下步新那味道个加了，下去了点。开个家啥位？也能开不了噻。我去了，那也是嘛是，然后再海小可能。我去了，姨妈还过面去做做去了。啊，这啊。我姐拿去的话，你这个在地方拿的。开别的些带过来了，这些口味是不是？也让人别的了。下回是不必会。不懂。我也打来没有嘛嘞，打来没有就开始干了的。热闹热闹。我们就家的嘛。今天考试的报位还有考试还得得的。还为嘛毛哟，为干哈？考试还得得先啊。人家嘛你干什么？二毛，现在这样，就来放来不这里呀。你包这样，得靠谁包位？然后再来那干呢？得靠谁路位？要不就买那个去发包样子。发包还叫对外。让你发包嘛？我发包。发包在吃包了，在家了这样。发包还叫对。发包吃包啊？吃包家了。吃包了我们包呢。你们包那个了，家嘛？我家是在那里。那就把它打发。我们也没打完嘞。下去了，这个来了，家里人。